海天连线日头动力，屏东恒春办多个奖，热切写年前动人。不过，受到进入国境最难之前，在青岛和罗发客家人嘅茶厂乡，其实也是重点嘅旅游小镇，尤其是动有名声嘅时冲海文餐。早在100年前，时冲海就系南台湾有名嘅旅游中心，尤其在日本时代，记录北投、阳明山、关子岭和本日很多台湾四大文餐。在高山包围下，也为出来嘅文餐顺情强烈，唔但将做得浸和做得啉，随之好多连该两世嘅日本前锋都当讲天幕黯然，就到了未来高明年。四重溪的温泉到底跟其他地方的温泉哪里不一样？为什么它可以当时在台湾号称4大名汤之一？其实四重溪的碳酸氢钠泉，因为受了那个地层的影响。好，所以它的泉质不仅是碳酸氢钠，而且它是非常滑溜的。它的汤好到甚至于我们当日本统治台湾时代，在大概1830年的时候，日本亲王就召合他的小朋友，他还是来到台湾，来到四重溪这边度蜜月。因为是宽山盆地，好白程度，早期居民进出都係天然好白坑，普通係個400好白，所以本喊做時沖海。呢位温餐水質算係甘性碳酸餐，水温幾年都維持在50到60度，命係來前滑，冇潮味，做得算係台灣當季温餐之一。不過經過100年嘅時空變化，時沖海嘅名聲從現至今冇跳擺安泰咧。特別是台灣4大出名温餐嘅時沖海温餐兩位，都經過200年嘅歷史過後，然後幾條街路看得出去，從因點錢冇乜嘅鬧熱。當然，兩位嘅温餐事業出現乜嘅問題，南北係咪要做得重新過起起來呢？日頭東來嘅下晝頭，行業兩條遊客減少，温餐盤店也冇多。為做得很多温餐界嘅點錢路界，食材前難看出，時沖海跳擺是按風行過。60年至70年間呢，時沖海嘅食材鬼發達。後來呢，垦丁慢慢呢，從70年初嘅時節啦，都開始興起一個觀光嘅時節，人客嘅採用都用過來垦丁。四重溪到位置一直走下坡，其实，在台湾的那个经济发展，我们都知道，从70年代10大建设开始，台湾的经济一直往上起飞。好，那当人有钱以后，他开始追求就是精神上的享受啊，或者是那个精神上的一个不一样。可是当台湾很多新的一个点出来以后，可是四重溪相对它没有在转换，它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去转换，它只还是一个非常古老、非常旧的一个经营方式。看一下面前兩道，唔係有愛有療效，就係落落曲曲，甚至回望，重現風格嘅温餐盤店，啲向落注意試行嘅兩隻時代，上去寫來講客食材冇按改善。不過總講時沖海係一隻當有名嘅温餐鄉，咁講冇辦法去改變。都是業者自己在自行開發，所以也沒有大飯店進駐啊。然後我們就停滯不前。現在業者都很努力的在把自己內部做一些重整哈，讓吸引觀光客。可是我覺得這樣子還是不夠啊，一定要把溫泉區做起來，由政府來補助開發。地方冇能力改革，上級有需要衡量協助，重建羅温餐，確實要有一套通盤規劃。希望就算大型業者年以來，以下温餐水量降怕還唔拿用。我們現在也有一個困難，就是怕那個大飯店不進駐，可是進駐了又怕溫泉水不夠，哦，就是現在就是變成兩難這樣子。我政府現在因為有相關單位啊，某一家大學在這邊做水量的檢測啊。我就希望這個檢測，那個結果趕快出來，然後我們四重溪才有比較大的發展的空間。公家資源係咩做得停少，很愛看政策落機會。不過好名聲嘅時沖海温餐，上嘅重建觀光事業，除了3萬進修門面，高水準嘅業者係講做得落來，或者係很難夾嘅方式。
四重溪有2个最致命的点，第一个就是地理位置，因为它真的是热。好，当然热的话，大家泡汤的意愿就会比较降低。那第二个就是老业者他的更新的速度、行销的速度没办法跟得上时代调整，所以现在业者里面就是有参差不齐的问题。那我们也一直希望说，有一些新的业者进来这边，他可以带入新的行销观念，那还有一些新的设备。今天下去唔同眼皮出发，因为要前站钓嘅晚餐做基础，新嘅业者当然愿意开发。就算两下冇按到见，不过总共系一种新鲜力量。尤其伫新嘅设备、新嘅概念落来之后，消费者嘅感受最直接。爽，怎么说？全身舒畅。有没有比别的地方滑，对不对？对呀、滑溜溜。很滑，然后环境不错，跟台北比起来不输台北。这里第一次来，喜欢滑的温泉哦。嘿，很滑很滑。老跳摆路桥空间比起来，新嘅业者将罗温餐器加添色彩，重新变装，又请到新来嘅宴客，两下将体会原来时冲海嘅温餐，浸起来感觉安暫。银行来到当初来到感觉到有奇怪，人家水系乜嘅有掺满东西啊，然后人家东西碳酸泉，去跑去啊动物，哎，动物那种感受哈，这自己要来体会啊。像我也四重溪的水啊，你看，现在现在温度哈，60-70度，哎，60-70度啊，好，现在好水质冻了，属于碳酸泉啊。难怪用英文讲，係咪要加東西啊？係啊，你那就講，你要加東西，這可以啊，這直接都可以啊。當物要做得啉嘅晚餐，喺台灣東行的看到，業者把握時昌海兩項珍貴特色，設計咧前度跳擺及少有嘅設施，從係做得享受大自然嘅露天晚餐，足量水料要做得高料嘅 SPA， 不論係日本式嘅、南洋式嘅、地中海式嘅，通體都對兩位天天的出現。盡量做，讓地方也在結合誒素材。你看，我全部用石頭為做，好，盡量比較不要用顯台的東西，像按地方誒風港石嘛，哈，來跟我們這個做結合，好，盡量用很原始的東西來建設。除咗用當地石頭做建材，亦都結合台灣族原住民風情，將整晚餐空間融入白菩薩和個山豬嘅凸顯，也係享受之外，能一種文化體驗。晚餐前站冇唔錯，不過前當因為悶，暗夜嘅南台灣天氣，晚餐發展係咩開始開，結果日本人想唔到。有啲因為感覺到講，南部。夏天來泡溫泉，可能我感覺到講係咩凍熱啊，某事哈，其實也不盡然啦。來墾丁地區嘅人啊，大體嘅全部後生人喺度，經你石頭去海邊玩嘛，個南部石頭呢，哈，會咩大家會喜歡講嘅去乜嘅拍步啊，逛夜市啊，個有土生人呢，個後生嘅個去哪咯？搞水嘅東西，哈，基本上嚟講，四重溪溫泉全區嘛，哈，基本過來。墾丁同四重海啊，也是互相關係啊，等於說兄弟一樣啊。假使講啊，墾丁嚟發達嘅四重海啫，墾丁嘅人係可以到四重海去泡溫泉啊。所以說，起碼四重海啊，慢慢咧，都跟墾丁一樣慢慢起來，嗰度有兩個地方嘅發展啊，一天就漲起來。
每期晋級就係專機，現但仍然本肯定帶走幾百萬嘅遊客。係講安布西條10股有1股人次，先車到西涌海進溫餐，甚至啲熱，一隻落溫餐期，自然就有機會個恢復跳擺嘅好光景。不過前提係各種設施都天出嚟加強，尤其係最重要嘅交通問題。它這裡的那個溫泉的這些水質啊，或者環境都已經達到國際水平了。但是這裡就差一個交通的問題，讓年紀大一點的人要自己開車來，洗完溫泉又要開車走，這點是需要加以改善的地方啦。例如社區巴士，或者說有什麼車這一段從車城到四重溪這一段的交通服務設施。離片嘅交通，國家先觀念入閘。西涌海上嘅衝擊長年唔為難，不過單槍是進溫餐限唔大，天然溫餐人性價值係現代觀光天出嘅要緊，所以兩大波早已經當有名嘅風景溫餐限輪，也得嘅定能迎合。一家獨獨吹好嘅限輪，看起來撈其他山體嘅強用。不過其實一種需要加工嘅限輪，係個摸西涌海按好嘅溫餐來做，絕對唔會按好食。我們四重溪這邊在製造的時候，會利用紅土，這樣慢慢醃。那這個醃製的時間它會比較久，那25天左右，我們一定要用水去和嘛。那像四重溪這邊的話，我們就是利用四重溪的溫泉水。最主要是四重溪這裡的溫泉水，它有很豐富的礦物質跟微量元素，所以它在25天這時間當中，它會慢慢滲透到蛋裡面。本地方內國家天然溫餐，搭隻限輪的浸過和吹過之後，又係加熱衝進西涌海烘練。雖然做觀光到做名山冇乜嘅強用，不過上一種最好嘅東西，推薦本全台灣甚至全世界，甚至應該都係強用。歡迎光臨。一下的加建新興入閘，用各種形式、各種風格，帶進全新進溫餐設施，撈文化過後，點前嘅西涌海。喺咩做得天天的鬧熱起來，恢復100年前風化，簽轉跳擺時態溫餐名上，所有人定能看。